4个裁判都一起上前去哦。然后当然这个翻译，中信兄弟的翻译也在投手丘上面，所以佛斯特教练也立刻上前来关心一下是什么样的状况。主要来，因为今天在场上的这个裁判组长张展龙先生也在执法的名单当中嘛，所以直接来针对双方的争议啊，看起来的确是在讨论投手丘、投手板的位置。好，现在袁文柱总教练也上来了解一下状况，争议还不小哦。对，越来越多人介入。这样看起来，我觉得他搞不好是后来可能应该是在鞋子啦。他鞋子好像有一点，好像比较类似像金色的这样的东西。所以要叫加百列下去换鞋。对，应该看起来可能不跟投手板比较没有太大的关系。然后佛斯特现在有点激动，很少看到他这么激动。